银千百两，惆怅难言，浊酒几回酿。烟雨中小巷回廊，谁抚镜坐盘烟一次回塘。轻骑薄雪须一曲离殇，日翠落许过又何妨？依稀梦枕点亮，看迢迢年华又望见故乡。烟雨沾热杯梨花脏，戏子折袖深深诉过往。石板桥流淌岁月无情试错的仓皇，当年深藏江南的你依旧在心上。莺啼如常我情思量，连得半尺端详过平江。乌篷车摇晃玉兰烟烟，波光碎影旁，却再也寻不出那年你莞尔一笑时的模样。该我了啊！3个5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失火啦？没有，棺材丧门啦？不是，三国交战了？都不是，我肚兜被人偷了。3个5，肚兜，我们继续。那叫红色绣金边的，早晨的时候还晾在后院竹竿上的，刚刚去收的时候居然就不见了。许是风大，被吹到院外了。也有可能被小孩拿去当抹布了呢。啊，有可能被一只好色的鸟给叼走了。哎呀，我说你们有没有点常识啊？一件全新的红肚兜，3个8，光天化日之下不翼而飞，你们不觉得这事儿很不简单吗？3个3，3个3，3个3，2个勾，2个圈儿。我信，信也没用，你们有我大吗？啊！跑了，姐姐！怎么了？出事儿了，出大事儿了！什么事儿？我那件肚兜不见了，绿色绣花的那件。来，坐下，慢慢说。我起先我也没注意，然后我今天晚上我想睡觉的时候，我跑到外面去把衣服收进来，结果我就发现我所晾晒的衣服当中，单单就少了那一件肚兜。然后我就想起白天你跟我说的话，我觉得事有蹊跷，于是我就过来找你了。你确定你的肚兜也是在今天丢的？千真万确，我的肚兜跟你的肚兜放在一块儿的呀。奇怪了，这后院和厢房平时并无外人出入，好端端的，怎么就只少了肚兜呢？你说会不会是哪个对花满楼、芳心暗许的公子，悄悄半夜潜入后院偷走肚兜，寄情于物，以为相思？我变态呀！怎么办呀？哎呀，西春，你说那个变态会不会就在我们身边？神不知鬼不觉的来无影去无踪，我看得见他，看不见我；我看不见他，他看见我。哎呀，谁？哎，西川姑娘，剑下留人，剑下留人！何总，何总，你3个半夜在这干嘛呢？鬼鬼祟祟的，我还以为你是那个啊，我那个我那不是怕你们俩晚上饿了吗？整点甜点，整点汤。哎，何总，吓着你了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哎，这大半夜的给咱们送甜点，还是破天荒头一回呢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他怎么知道咱们俩在一块儿？觉不觉得他奇奇怪怪的？哎，你有听说没？失踪已久的采花大盗又重现江湖了。我
告诉你啊，现在啊，隔壁如花似玉的王小姐你们点豆昨干来了天离奇失踪了。莫非这个采花大盗和前几天的肚兜大盗是同一个人？门窗紧闭，小心火烛，锁好肚兜，人人有责棒。提防采花大盗，小心肚兜大盗，棒棒。变态随时有，预防需谨慎，棒棒棒。门窗紧闭，小心火烛，锁好肚兜，人人有责棒。提防采花大盗，小心肚兜大盗，棒棒。来，踩上去，踩上去，踩上去！哎，放好你的剑。哎，秋雨啊，来，你过来，我告诉你，快，啊，哎，这里面啊，进去，人家怕怕。哎，叫你进去就进去嘛。哎，我不会害你的啦。你不要关门呀！肚兜大盗搞得现在大家都以收藏肚兜为癖，这简直就是太变态了！这价格疯狂的往上涨，比我古董涨得还快简。直是世风日下，伤风败俗。我猜那个老是偷肚兜的家伙肯定是个变态，说不定啊，还是个光夫。我现在每天晚上我都特别的害怕，生怕那个变态忽然就出现在我面前。然后我现在睡觉，我每天晚上都裹17、18个肚兜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现在身上的痱子都快成茧了。不行，我们得主动出击。保管着他。无凭无据的官府才不管这种小事儿。那春春啊，你有什么好计谋呀？就这样，懂了。溜不溜？溜。嗯，溜。你们说，这招用肚兜吸引肚兜大盗来的圈套，是不是也太明显了？他会这么蠢，大白天的来偷肚兜吗？哎，你们看，哎呀，快点你们都拉着我干嘛呀？不让我去抓住那个坏蛋！别拉着我！坐下。烦人！真没想到，居然会是他。这何总也太变态了，我做梦都没想到，他竟然会是肚兜大盗。那我们要怎么办呀？将何总缉拿归案，让他把偷的所有肚兜统统还回来。其实何总平时对咱们也挺好的，他会有这种特殊的爱好，特殊的爱好，估计也是一种性格缺陷。咱们得帮他，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嘛。对，咱们呀得开导他，得让他认识到自己的病。我最喜欢看到病人了。你们都有病吧？你们居然想去开导一个变态？要去你们去啊！我去告诉花姐。慢着，请。
跟你说啊，啊，你说，这哥哥啊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我觉得吧，你应该考虑一下个人问题。这总想吧，对身体不好，对心理也不好的。总哥哥，秋月，你想说啥？哎呀，我的意思是说吧，如果你有需要，我可以介绍一个女朋友。啥？女朋友？没有。何总，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？没啥心事啊，咋的了？比如羞以启齿的、难言之隐，又或者是你不好意思告诉别人的，你都可以跟我说说。没有啊，不是你为啥这么问啊？啊，没什么，我是说，这人有了病啊，千万不要憋在心里，这憋多了、憋久了会得病的。这得了病啊，并不可怕，我们有了病可以治嘛啊！记得有什么要告诉我啊！你才有病呢！这群人今天都咋的了？一个个呢，跟有病似的。你看不见我，你看不见我。哎，终于把这豆豆大盗给抓住了。何总，这次多亏你了，你可立大功了。别提了，刚才差点让你小子给跑了。真没想到，这都德大盗竟然是年方16的毛头小子，应该是少不更事，好奇而为之。谢谢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昨天花姐告诉我，陈家大小姐原来是跟家庭私奔了呢。那个陈员外啊，是为了掩盖事实，才杜撰出采花大盗的事的。哎呀，何总，我差点还误以为你就是那个豆豆大盗呢。其实吧，这事儿怪我自己。那天傍晚，我到后院收衣服，我就看乌云阵阵，雷声滚滚的，我怕衣服都淋湿了，顺手把肚兜都收屋里了。后来就忘了。我一想还肚兜这事儿吧，现在就又出个什么采花大盗，又出个肚兜大盗，我再还就不合适了，我怕你们误会，对吧？再说了，哎，前两天我想还肚兜，我真碰见那肚兜大盗了。那晚上想还肚兜，我就看有人想偷肚兜，所以吧，我就扔出了木勺。那天我正想去把肚兜放回原位的时候，何总，是我们错怪你了。哦，何总，那现在豆豆在哪儿啊？现在可以物归原主了吧？对啊。两位姐姐，我有个事儿想求，这个肚兜能不能继续借我用2天？啊？我现在每天晚上都闻这2个肚兜，没有他们我都睡不着觉啊！你看这材质啊，真丝的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没有他们我真睡不着觉。哎，你们。说不清道不明这纠缠，有几处雨那雪花飘，惶惶终日思，浮生半梦，如今我却红尘年了，那雨无情
心。